我的確不屬這世界。呢個世界其實就係地上一套系統，天國呢就係天上另一套完全唔同嘅系統，一個屬地，一個屬天。呢兩套系統係唔會夾嘅，甚至會對立，搞到有好大嘅衝突同爭戰。咁喺地上就會分咗兩個陣營，愛世界嘅人，世界都愛佢哋，因為佢哋屬於呢個世界；而愛天國嘅人呢，天父都愛佢哋，因為佢哋屬於天國。主就話：我的國若屬這世界，我的臣僕必要爭戰。不過呢，主並冇叫屬天嘅軍隊落嚟打一場地面嘅仗。世界好驚天國同天國入邊嘅人覺得有威脅，但天父係叫天國嘅仔女要離開世界呢套系統，去愛嗰啲仲喺世界入面被捆綁嘅人。屬靈嘅世界係高過呢個世界，天國係凌駕屬靈界。呢個黑暗嘅世界其實係俾異眾天屬靈氣嘅邪靈惡魔管住嘅。如果要改變轉化呢個世界，真正嘅主戰場唔係呢度，而係喺屬靈界。靈界嘅權柄係高過世界嘅權柄，而且係隱藏喺世界背後嘅，唔係人眼見到，但會操控住世界，影響世界嘅價值觀、思想、文化，令到人心被擄走，雙眼被蒙蔽。我哋喺呢個世界生活呢，世界觀自然會深深影響我哋嘅思想模式同埋做事方法，甚至喺宗教系統入邊都走唔甩步。雖然而家神已經救咗我哋，令我哋脫離黑暗嘅權勢，將我哋放喺佢愛子嘅國度入邊，但呢個唔代表爭戰完咗。其實我哋越係堅守天國嘅價值觀，對黑暗就越大威脅，屬靈爭戰就會更加激烈。喺天上有，喺地上有，喺人嘅心入邊仲有。施洗約翰曾經指住啲嚟受洗嘅宗教領袖同法利賽人，鬧到佢地飛起，話你哋呢班毒蛇嘅種類。佢甚至唔客氣咁話佢哋係出於魔鬼。如果今日有宗教領袖走嚟話想俾我洗禮，可能我會客客氣氣啦，唔會直斥其非。但施洗約翰就唔係咁，佢清楚知耶穌基督係天父差嚟嘅，係要先向信奉佢嘅以色列人同宗教領袖宣告天國要嚟，叫佢哋悔改歸向天國。以色列唔係應該成為萬國嘅祝福咩？點解反而宗教領袖會變成毒蛇嘅種類，屬魔鬼嘅？本來係屬天嘅子民，點解聽唔入真理，認唔到耶穌係神差嚟拯救佢哋嘅獨生子，仲要將佢釘十字架呢？主耶穌就指出：你們是屬這世界的，我不是屬這世界的。法利賽人同文士居然係認賊作父，徒然話自己係亞伯拉罕嘅子孫。其實人心就係關鍵嘅戰場，心思一轉變就會帶嚟身份危機，而身份嘅危機又會帶來信仰嘅危機。咁你話服呢個會唔會都係俾我哋今時今日做教會領袖嘅一面鏡子呢？神嘅救恩真係奇妙，我哋會失腳會失敗，但主竟然都會去揾自認係法利賽人中嘅法利賽人，仲係一路逼迫耶穌。當逼迫係侍奉嘅保羅，向佢親自顯現，差佢去帶人由黑暗歸向光明。神好愛呢個世界同世界上嘅人，仲要將喺撒旦權勢底下嗰啲被囚禁、被壓制、被捆綁嘅人，全都拯救出嚟，帶佢哋入去愛子嘅國度入面。